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7月19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5篇，创世纪14章第1节到16节，路加福音第8章第4节到第10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验证。种什么款的种子，就会受什么款的果子。但这是大自然的定律啦，嘛是基督信仰用来教导提醒人应该爱有好的行为，才会当得到好的结果。咱昨讲到这个亚伯拉罕甲伊的侄仔罗德分手的一个情形。严格来讲，罗德并毋是一个真捌尊敬长辈、有礼节的人。甚至伊有迄个真看重着，将目睭中所看到迄种好甲水的即个问题啦所以呢，伊就选择迄个索多玛迄块真肥真水的土地。但是迄个土地虽然真肥，但是却充满灾厄，因为因的生活拢伫迄个罪恶的中间。这种种落爱种子，收的当然是罪的果子啦创世纪14章第1节到16节记载安尼讲到，伫暗勒菲做示拿王，阿勒做以拉撒王，基大罗马做伊兰王，提达做吉印王的时，因联合起来攻打索多玛王。索多玛王的这个比拉俄摩拉王比沙，阿玛王示拿，西边王sem以别，以及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尼。迄四个王拢来伫西定山谷会合。西定山谷就是现在的沿海。因互基大罗马统治12年久，到第13年来背叛。第14年，基大罗马带遐个甲伊结盟的王来到伫阿斯塔洛加陵太阳离发音的人，伫哈麦太阳苏西人，伫基列亭平原太阳伊米人，伫以东山区太阳荷利人，一直到瓦郡伫旷野的希列巴人，因倒转去到伫阮密巴，就是加底斯攻打阿玛力全地区，甲住伫哈西顺塔玛的阿摩利人，对安尼索多玛王、俄摩拉王、阿玛王、西边王、比拉王，比拉就是索尼。拢来西定山谷排阵，要甲因交战，就是甲伊兰王基大罗马、高印王提达、示拿王暗拉菲、伊拉撒王阿勒交战。四个王对抗5个王。西定山谷有真济达玛加区这个索多玛甲俄摩拉这两个城的王逃走，跋落去伫迄内面对其他的人逃走去伫山顶。迄四个王将索多玛甲俄摩拉的财物甲粮食拢总抢走，做因去，佮将阿伯兰的侄仔罗德甲伊的财产拢抢去。迄是罗德住伫索多玛。有一个逃走的人来甲迄边来的人阿伯兰报告这样代志。迄时阿伯兰住伫阿摩利万利的树遐，万利以实国甲阿乃拢是亲族，有甲阿伯兰结盟。阿伯兰听到伊的侄仔互人掠去，就带遐个伫因兜出事受婚的壮丁318人。对入迄四个王到伫丹，到暗时，伊甲伊的仆人分队攻击对敌，甲因日加大马士革的北平河坝，迄个伊将所有互因抢去的财物
掌倒转，嘛将伊的侄仔罗德甲罗德的财物、妇女以及其他受掠的人，拢掌倒转来。耶稣基督教导门徒，就爱用好的种子伫好的土地顶悬。伊用野种的譬喻来教导因，望因会当明白野种的重要性。咱也看到伫路加福音第8章第40到第10节，耶稣基督的教导演讲，有一大群人对逐个城市一直聚集来耶稣遐的时，伊用譬喻来甲因讲，有一个野种子的人出去野种子，伊野的时有诶落伫路边，有诶去农搭，空中的鸟甲伊食了了。有诶落伫石头地，因为无水分发出来的就打去；有诶落伫刺皮内，刺啊甲种子平平大长起来，煞甲伊克死；有诶落去伫好诶土地，有大长起来，结实100倍。这话讲煞，耶稣佮大声讲：有耳孔通听的，就听。耶稣的门徒问这个譬喻是甚么意思？伊讲上帝国的奥秘已经有互恁知，毋过对别人就用譬喻要互因看，看嘛无听，听嘛袂了解。是啦，有个人总是有听无捌啦吼。无法度领受着圣经的教导，好好来跟对主的诫命来行，因此就亲像种子也伫石盘顶悬落上刺皮内底。咱基督徒必须爱成做一个一棵好田啦吼，互福音的种子好好来定根成长，然后会当布依大长。诗篇15篇，上主啊，什么款人会当住伫你的布边？什么款人会当徛起伫你的圣山？就是行为正直、做事公义、对心底讲真实的人。伊无用喙齿中伤人，嘛无陷害朋友，无四界造谣诽谤厝边。伊目睭表是最歹的人。毋过尊重敬畏上主的人，伊咒诅虽然家己揭开，嘛无改变。伊钱招人，毋是为着利息，伊无受暴落陷害无辜的人。做即款代志的人，会永远徛在。恳求主帮助阮，互阮的心柔软，耳孔会清净，愿意听咱主的教导，互种子也伫阮柔软的心灵的土地，渐渐来成做忠诚做重要的信仰大树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们。